波罗是有名的木刻之乡，波罗木刻雕版技艺也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泽刻版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已经60岁的泽培正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在现有藏文史料中记载，西藏版页印刷的出现大约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而波罗木刻刻版技艺起源于1676年，距今已经流传有300多年的历史。波罗乡有很多从事木刻雕版制作的手工艺人。在泽培12岁时，深受其父亲与亲人的影响，前去四川省德格县学习木刻雕版技艺。学成归来后，泽培有了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想法。直到2018年，泽培成立了波罗乡木松民族手工艺基地。手工艺人的初心，使得泽培并没有减少制作木刻雕版的每一道工序。40多年如一日，从他拿起刻刀的那一刻起，泽培就承担起肩负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波罗古泽木刻制作过程中，雕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也是最费时间的一道工序流程。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有时会耗费长达数月的时间。也是在这样一步步精雕细琢之下，波罗古泽木刻雕版最终得以完成，创造出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群众的就业增收。抖音